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17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佮加一站对美国倒转来台湾探亲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国民党检讨高雄市长败选，当朱发会和高雄市的主委拢请辞，副秘书长谢良解释讲，党就要提出新的方向。6月手机的消费者申诉中华电信的意见增加3成，总是业者这边是讲5G 和4G 的频道无共，应当是未受影响才对。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佮加一站按美国倒转来台湾探亲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因为当事人坐伫飞机顶头有加强防护，但是唔免加列出含伊有直接的对象。目前病例总人数是485个。另外，对台湾倒转去马来西亚验出染病迄个男性因牵手，目前是验无病毒。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要宣布一位境外入的个案啊，他是案485啊，是年纪10多岁的国籍少年啊，那长期居住在美国。那今年8月5号独自返台探亲，那到目前为止他其实都没有症状，不过8月15号地方卫生单位采检，那今天确诊，所以目前是收治在这个住院隔离当中。我们并没有匡列任何的一个接触者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有匡列了他5个。这个亲密接触者啊，就是有5位，除了他的太太啊，就是检验阴性之外，就是他的核酸检验跟抗体都阴性，另外4位的接触者也都完成采检，我们现在正在检验当中。当对台湾出境所验到带武汉肺炎病毒的情形，拢有发生。到底所有入境的旅客敢着爱拢过验病毒？早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接受访问的时，也是强调讲，现部入境隔开14天的做法比较普遍验病毒，决定会愈有效。近日年底嘛先许可一批预防车，生产出来予医护人员自带性。马来西亚卫生部顶日公布新增一例来自台湾的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这也是我3个月来第5件为台湾出境了后才被确诊的案例。国内机场入境敢是普台，佮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卫福部长陈时中8月17上公布这部专访的时阵表示，维持现有的防疫做法，才会当有效阻止病毒传播。检查出来是阴性，我就安心嘛。但是阴性是无一定是真正的阴性，现在有35个内底，是因为时机也未到，所以验未出来。因为全球疫情继续升温，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2000万。未少专家有估，今年秋冬疫情可能也会重新来，随着翠暗佫出现抢买情形。对此，陈时中表示，翠暗一定有够用，民众唔免烦恼。我们冰起来的有2亿4了，我们用金价冰好的说，那个目前都没有在用的，当做一个战备的存粮。另外，外界关心疫苗什么时阵就期，陈时中表示，国产疫苗大多数已经进入临床第1期人体试验，上近年底以紧急授权的方式，有希望第1批就期。在12月底左右可能在国产疫苗有一部分有可能会进到所谓的紧急授权使用。那如果要普遍供应，那第2剂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推估。另外，其他的国产疫苗是预计明年第2季大约4月会当就期。陈时中表示，注意对象并不是包含全民，会以医护人员、防疫人员、甲定出国的民众等高大族群为主，目标是注射率达到60%。另外，最近公布的备场市集等8大类场所，也是有人无挂喙暗。那民众无法度落实，不排除后一步将会开发。民众也有8成挂喙暗的尊重度，台湾社区才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礼拜5，台南市山上区的明德外的家乐家发生一个58岁姓连的犯人，趁到工厂作业出外倒粪扫的时脱走。过当天暗时，警方有掌握到伊的行踪，3警察车要甲伊围，双方对峙一群，人嘛是佫走无看。但台南市警察局这边已经尽全力伫咧追查，赶紧要抓伊到案。
不时佮回头看卖，敢有人发现监视器的画面翕到讲，少年的受刑人逃走时阵的形影。这个月14，伊甲另外13个外役工的共判，伫咧山上区一间螺丝工厂进行监管作业，但是迄天下晡，却利用倒粪扫的时阵逃走。甲方赶紧通报警政单位全力要来抓人。15暗时将行踪准备要甲伊抓起来。连检叫前妻到后座，他自己开车冲撞警车本分局对轮胎射击2枪后翻车嫌犯翻车，然后连险丢下前妻逃逸无踪。警方顺续伫咧台南市新营区围捕，但是少年的嫌犯真干巧，并且咧后着等警某逃走。少年的受刑人2013年因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去互判刑6年半，刑期到2023年，目前已经完成6成刑期。加上伊的积分累积已经是1级的受刑人，逐工拢会当办理接见，而且逐个月会当休假，做工课证书顶悬嘛真正常。即便的逃走，甲方嘛料想袂到。工厂跟本间之间，他等于是自行往返。所以他没有回来，我们才知道他没有回来。他在园的期间呢，表现得还正常那曾经有3次返家，都能够准时返监返监后各项的形状也都还表现没有异常。我们现在我们全台南市16个分局都已经把它列为最重点的对象。警方表示，少年的受刑人是伊的情某来接送，目前伊的情某嘛已经奉召协助逃走，创进防防医送。目前正咧联合专区的警力来追查，一定要甲伊一步到案。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桃园龟山城嘛发生一个通缉犯落网，伫分局咧等待要解送去法院的时，对涂骹捡一支人咧用作文具的花纹剪起来，就安尼骹口、手口拢咬咬开，装对分局外口出去，加载随去互现场的警员抓回去。分局这边他嘛已经加强介护犯人的设备，以免搁再产生这款情形。利用花纹针，少年切刀通缉犯，家己撬开手铐卡了，趁机会冲出大门一直走，也阁想要偷看机车逃走，去互目睭尖的警员发现，家己抓倒转来。全案依脱逃未遂以及窃盗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经过了解，事发迄天，以上真所在少年的查甫人伫楼地区等待解送，偷偷捡起涂骹的花纹针，趁着警员无用做笔录替警员翕相地指纹的时阵脱逃。桃园地检署以脱逃未遂、窃盗罪嫌起诉少年查甫人，也毋过认为警方3分钟内将人抓倒转来，无疏忽应犯的过失。因当日移送人犯较多，临近嫌犯偷偷捡起地上拾获的回纹针，以回纹针开启手铐及脚镣，趁原警服注意的时候脱逃。龟山分局针对人犯介护也进行检讨，伫留地区加装铁笼啊上锁，互人犯穿涉水鲜面的反光夹，另外双手、上铐、骹铐，另外一边固定伫铁条顶，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前线上届新的消息，昨中国解放军驻香港的部队公布录影，表示因目前有舰船登伫南海咧操演，这款举动愈加强和美国中间的紧张。讲到香港的情势，昨人已经搬来伫台湾咧住，香港的名作词家林夕和《苹果日报》创办人雷智英连线的时，雷智英讲起，伊是足惊的亲人会变做中国的人质。前几天因为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抓，一团媒创办人雷智英，甲已经为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有名作词人林夕，昨日下晡透过视讯连线展开对话，雷智英也分享伊被抓心情。好多我第一個反應就哇，今次可能入上大陸啦，今次係嘛睇唔明大佬。咁但係我唔係怕嘅喎，我就完全冇話一種怕嘅感覺嘅，我都。即係我話一上就上啦，冇所謂啦，睇下點啦，係嘛？劉曉波都可以上啦，劉曉波都坐啦，我點解唔可以坐啫？林夕因為前一擺相關香港反送中運動被中國封殺，兩人最近也前後被中國媒體點名是港獨分子，不過因議員照約定時間喺空中相會。希望大家識得點樣睇歷史嘅時候，就會唔會咁容易俾人洗腦咯。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長遠嚟講，繼續我哋呢個夠長命。有觀眾問，假使中國抓出來的人做人質，雷智英是唔是放棄蘋果？一時間可以是真傷心。呢個係我唔想諗嘅問題，我會將家庭放喺我嘅事業同埋我名譽上面。但係如果有呢啲嘢發生，我話俾你聽，我都唔知點樣面對。
忍袂住流目屎，雷顶承认真烦恼出来的人正做中国政绩，人实也警告中国，假使做了成果离谱，全世界会有反作用力，展现支持香港的决心。香港情势甲其他问题一再挑动美中神经。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公布为民指出，最近非洲舰正伫南海做军事训练。除了各项海上军事训练，驻港解放军表示，这摆重心是反潜。非洲舰试射鱼雷，各精准射中目标。中美一直伫南海军演，互相拼场。英国国防部是伫这时阵证实，因应港版国安法中英关系恶化，英国已经暂停提供港警培训，未来会重新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提头领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连日就要举办。国防部当时讲，拢无接到对方邀请参加。国民党支持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早起派出前任的立委林旭峰分析讲，和台湾去参加演习，就是踏过界线。美国也无要掠中国咧。嘛有学者是讲，咱唔通低高度，就要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往来才是。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17开始，伫咧夏威夷附近的海域举行。进前捌传出台湾有可能会收到邀请，不过国防部顶一日表示，还未收到美国的信息。那也智库国政基金会17举行记者会，讲美中台的关系。因认为讲，虽然川普要拼连任，一直咧拍台湾牌，美中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不过要邀请台湾参加军演，中国会无欢喜。美国目前也无想要甲中国踢破面。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地上的小草被践踏，他大概认为现在不适合让台湾的地位突然间提升到跟日本、跟南韩这些美国的盟邦一样的这样一个地位，以免得罪了中国大陆。美国总统大选11月份就要举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台湾伫咧美中拼场的核心，想要连任的川普甲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对台湾的政策可能会成做这届选战重要的议题。不过林玉峰认为讲，台湾的问题确实是议题之一，不过未是主题。台湾要是爱伫咧两个大国竞争之间，找到平衡甲安全。可是危险的时间呢，的确是在这个美国11月3号的选举啊。也有人说，可能是在明年就职之前。夏立坚表示，伫咧美中相达之下，总统主要的作为就是爱会当维持和平。正台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家璞是呼吁蔡政府，毋是要伫咧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是要找出方法，甲美国交流以外，阁保持甲中国相对稳定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嘛针对欧洲的捷克、西班牙这两国的国会成立联络友谊的团体。立法院的林志嘉秘书长表示，捷克国会议长这回面对中国的压力，阁坚持要带团来访问，意义是真重大。外交部的詹厚仁处长嘛讲，派驻国外人员的就近甲各国对台湾较好意的国会议员，拢尽量串联起来。立法院17早起成立中华民国甲捷克国会友好联谊会，由国民党立委万美玲担任会长。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指出，捷克是欧洲第一个甲台湾签订防疫联署声明的国家。捷克国会议长维特奇3早要带领参访团来台湾。尤其中国可以说对这一次的访问给予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能够这么坚定的来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谢谢，欢迎，谢谢。8月底，捷克参访团来台湾，包括布拉格市长赫吉普、前参议长的太太等等的一家人嘛做伙来。外交部表示，捷克的参访团有90个人，防疫会比照外交的模式来执行参访的行程。目前还阁伫咧密切讨论当中。另外，台湾甲西班牙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嘛伫咧同一天成立，由国民党立委吴怡丁担任会长。外交部强调讲，无论敢有邦交的国家，拢会积极推动国会友台小组，目标是甲这的力量串联起来。都在国的国会成立友台小组，甚至更积极的把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台小组把它链接起来，成立一个所谓的福尔摩沙俱乐部。现在已经在欧洲、在欧盟以及在中美洲都有成立这样的福尔摩沙俱乐部。那美国白宫国安会伫咧推特破文表示，真欢喜看到台湾甲捷克合作，而且互相分享专业的知识。白宫国安会指出，
积极访问台湾，会当促进双方无共领域的合作，包括卫生甲贸易。记者综合报道。外交讲完来讲内政，来讲国内的政治。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连3声票都摕无。早起中党部组织发展委员会叶秀山主委，阁有高雄市党部的庄启王主委拢经请辞。面对外界咧注意江启臣主席地位敢也难保，副秘书长谢良解释讲，3礼拜后党代表大会，党就要赶紧提出新方向，赶紧准备，搁再徛起来才是。败选之后呢？江主席大概是面临在一个重整战场的一个收拾战场的状况，所以大概到这一次补选呢告一个段落。3个礼拜后的一个党代表大会，党要提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结构方向。我想重整部队战备准备重新再起，没有时间休息，而且人民苦不堪言，你必须时时刻刻为人民战斗，这才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如果在野党没有提出战力，那不必检讨，你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嘛表示讲，目前国民党也伫咧改革当中，众人就好好支持江启臣主席，重新争取民众的信心较有影。国民党文化团部委员会王玉敏主委是强调讲，国民党绝对袂自安尼衰微淡志，一定会继续拍拼改革，将第一大党在野党这个角色扮演好好。来讲高雄市长补选的当选人陈其迈，早起嘛去到南仔坑的加工区参加电子业的大工厂日月光新厂房动土的典礼。面对外界咧探问市府以及主管的名单，陈其迈也讲，伊会优先去邀请在地有专业、有执行力，搁会当即时开始拍拼的人选。开地平安，动土顺利。穿黑色的西装参加动土典礼，选调高雄市长补选的陈其迈，10日透早，甲经济部长王美花参加日月光 K13厂动土典礼。陈其迈上任市府小类个人事，也是第一要紧的任务。用人为才，不分党派，而且不分性别，也不分族群。我都其实都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专业优先跟在地优先。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官，未来我们也会请他能够继续帮忙，在市政的重大推动。市府小类个的名单当时才会出来，陈其迈表示，还未开始定选人选，不过为着伫咧未来会当贯彻4大优先，会选择相关专业、有执行力，而且会当随时手的人才。嘛会继续请目前的代理市长杨明洲来斗3工。另外，面对各种的声音，伊嘛愿意来听甲学习。在议会，议员监督市政的推动是民主的精神，然后我们都会很谦虚的来向我们的议员来请他们指教在政策上，尤其对于高雄的发展，大家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法，但是大家目标都一样。面对执政较细、在野较大的府会关系，南洋议员进前就表示，未来会加强监督市政，那这嘛是陈其迈所落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国民党这边有攻击讲，文化总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2个，拢有去插手着协助公关公司冒政府的噱头这款案件。当有消息讲，林锦昌秘书长已经提出辞职书，不过文化总会会长也就是蔡英文总统也未批准。总是国民党这边嘛批评这款手段是咧机会，较袂别日搁逼愈大条的空棒出来。文化总会秘书长林锦昌甲副秘书长李浩庆，当日去互国民党指控讲，加入去公关公司摕政府1000多万标案的争议，传出林锦昌已经伫咧7月份提出辞职批，不过辞职批总统蔡英文也未批准，目前是请辞待命的状态。那李浩庆是暂时无变化。首先，这个是不是蔡英文政府断尾求生的一个方式？后面是不是还有更多未爆弹？为什么李厚庆没有请辞，反而是林锦昌？难道林锦昌管不了李厚庆了吗？国民党批评讲，林锦昌伫咧这个时间点请辞，是咧替蔡英文保全大局。民进党立委认为讲，文化总会去向乌白指控是真冤枉，嘛伤害到文化总会这几年推动的各种文创活动，希望蔡总统会当三思，把林锦昌留落来。因为林锦昌基本上他真的是智多星，如果说他离开这个职务，我觉得对文总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啦吼，所以当然这蔡英文总统一定会很三思吼。有相关事情我们没有听闻。
今年6月份，疫情较转好了后，文化总会举办连续3天50节艺文大型的活动。林景昌伫7月份捌公开背回讲，伊行政治遐尔侪年，从到今毋捌利用任何的职务介入政府的标案。即个传出请时，林景昌是伫回应平面媒体的时阵表示，无论是政治或者是人生，尽摕有时来去自如。针对文化总会人事的变动，总统府这边是还无证实。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昨泰国首都的民主纪念碑头前有万外人行上街路抗议，是近来6党上界大阵的人马。因证人是要求政府都要改善国会，制定民主的宪法，还有唔通阁打压反对派的人士。台湾嘛有一群泰国人汇集点台北车头，甲故乡的民主运动斗赞声。万国市区，阁有真侪人来示威，有人举抗议道具、白粉照甲标语。昨日泰国学生阁号召民众上街路，上万人要求帕拉维政府落台，加速2014年以来规模上大嘅示威活動。ความหวังมันได้ถูกจุดขึ้นมาอีกครั้งอะครับรู้สึกดีใจกับรัฐบาลบอกว่าจะหยุดคุกคา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มีการออกคำสั่งใดๆเกี่ยวกับทหารที่มาคุกคา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นักเรียนนิสิตนักศึกษาทุกคนกลับโดนคุกคามโดยเจ้าหน้าที่รัฐทั้งนั้นค่ะรัฐบาลไม่ยอมพูดไม่ยอมทำ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พูดแล้วก็ทำไม่ได้สักอย่างที่พูดค่ะ正9月10日，泰國學生團體伫同齊時間民主紀念碑提出3大訴求：改善國會、起草民主憲法，還有停止打壓異己人士。一個月了後，到中會現場，除了中心訴求，佫強調人民無愛政變，反對政黨密切協商，佫實施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同一時間，附近也有支持王社民眾上街路，啊，毋過只有數十人。禮拜日，萬國的抗議現場，數百名警力戒備，活動到暗時，有超過30名抗議領袖受到逮捕令。There are 31 people that have followed but the police cannot make it clear. 過去1個月，泰國校園大家攏有抗爭，車站法政大廈抗議領袖，看到當年敏感的王室議題，提出10項訴求改革王室，其中就憲法112條冒犯君主罪，同款要求王室改革除了龍崗大廈學運領袖，則是被當局以涉嫌煽動攻擊甲違反防疫規定被抓，儘管後來被保釋，不過真濟抗議學生攏表示，校園常常出現便衣警察。同一天，佇台灣的泰國人也佇台北車站用實際行動聲援故鄉的反政府示威。มา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นะคะมาเรียนนะคะก็จริงๆแล้วที่มาที่เนี่ยไม่ได้คิดว่าคนจะเยอะขนาดนี้นะคะแต่วันนี้ดีใจมากที่คนไทยร่วมมือกันขนาดนี้อยาก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รับ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นะคะให้มันจบที่รุ่นเราค่ะ主辦單位指出，包有抗議留學生因為抗議標語被台灣當局檢舉，表示喺台灣不應該發生安尼代志。現場也有香港、新加坡甲中國民眾參加響應民主部分國家。記者綜合報道。武漢肺炎病症咧傳以外，世界膽有真濟所在，有的是發生天災，有的是意外。來看美國嘅加州，因為熱天溫度上懸，對8月14開始樹林內就四界咧盜火，到今已經燒起將近4萬架棟嘅山林。澳洲這邊是有一個女性踮海埔咧衝泳，刷去撞到一隻2公尺外長嘅鯊魚要來加，加在是救到人。受到高温影響，美國加州為10時開始陸續爆發森林野火，到10日出現了真罕咧看到夏季暴風雨，警方甲市內造成過6場的火災，火野火退燒，燒到洛杉磯國家森林的樹叢，佮一度出現了火龍捲，前後燒掉將近4萬公頃的林地，互消防員無閒咧拍火，數百人愛離開家園，佮有超過450棟的建築受到野火威脅。今日世界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的雪梨海埔是發生了衝泳的人遭到鯊魚的攻擊。And just as she got to about here, it hit her like with a force and threw her off the board. And so you get this kind of like a punch or something. I just saw the water splash and punch, and I knew instantaneously just from seeing other things like that. 外國媒體報道，35歲dau兒當時予一條2到3公尺長的鯊魚攻擊，背着伊衝泳的紅色立履為衝泳板啊跳過去反擊鯊魚。I went over to her, but she clambered straight back on her board, and so when the shark circled back around and grabbed her on the right calf, I was only about 2 meters away when it grabbed.
好佳在沙鱼受到攻击收走，也毋过倒来正脚嘛严重受伤，互医务人员紧急空运到附近的病院治疗。这嘛是雪梨海堡最近几个月以来发生的第3届沙鱼攻击事件。而受到热潮后就有污染的摩里西斯，当地搁咧拍拼回收老油。目前至少回收了800吨的石油，加300吨的船体废弃物加沙土。热潮后因为船身的壁坑继续扩大，已经断足2集。虽然船顶存将近3000吨的石油已经全部抽出来，也不依然有差不多90吨的石油下落到海底，对瓦库观光业的摩里西斯造成环境加经济损失。当局已经第14日发表声明，要向日本东浦汽船加保险公司要求环境损失及清理费用的赔偿。目前东浦汽船嘛承诺会赔偿环境的损失。若是当做2载船体会陆续用拖船拖离海边，避免污染继续扩大。记者连上整理报道。来讲，黎巴嫩的港口爆炸到单，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甲一寡国际团体拢已经插手，咧斗调查爆炸的原因。另外有真侪主权机关也拢已经去到现场援助灾民，甚至也有国际出名的都知师亲身去遐斗助者。阁有人踮伫咧法国一寡黎巴嫩的国民，也已经募集到超过5吨救灾的物资了。总部规身躯汗，冰冻大鼎的食物。厨房内底数十人拢有家己的工课。15日天，目标是1585份的三明治，有人要着爱负责鸡腿便当。这寡拢是非政府组织准备送予贝鲁特爆炸区的救援人员加灾民。And I've seen people coming from 5 hours away, arriving, working 12 hours, and heading back. Everybody comes and they help in a organized chaos that works amazingly. 这是贝鲁特港区爆炸了后，报到24点钟，国际知名总部安德烈共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真紧的派遣人员来到当地，所落的时间内做800份的餐点。过去一礼拜，爱心食堂的网络真紧伫贝鲁特扩大，大约50间的餐厅加入义主的行列，大家会当提供1万份的食物。So we start to build that network, and very quickly we start to create the system of where's the food coming from, where's the food being prepared, and then where's the food being distributed. 伫法国也有民众希望有志出钱有来出力，住伫巴黎的黎巴嫩人号召民众寄送行李箱到贝鲁特。L'idée en fait est de profiter des voyageurs qui font le voyage entre Paris et Beyrouth, qui ont déjà certes leurs bagages, mais de leur donner des bagages supplémentaires qu'on a du coup fait nous-mêmes avec des dons. 23名志工伫现场协助分装物资。真侪长期伫法国生活的黎巴嫩人讲，以前拢是家人寄送食物予因，即马话因尽一份力协助家乡。善用社群媒体的创办人指出，到达已经成功送出5吨的物资。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黎巴嫩爆炸的案件引起国际对危险化学物安全性的关心。但新北市政府有列管有去蹲着公共危险物的场所，就超过500位。早起消防局嘛踮新庄一间工厂举办抢救示范的演练，演习讲万不利危险物品若有泄漏甚至导火的情形，消防人员怎样才会当赶紧动员拍火抢救？比包括2万多笔的合法工厂以及8000多笔的违章工厂都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我们不论是合法工厂或是违章工厂，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业者合作，让它的安全、让它的危险能够切实的让我们市府能够清楚的掌握。新北市辖区内底列管有去蹲着公共危险物的场所，就超过500位。尤其危险物品蹲到30倍以上的，也有145件。早起新北市消防局早起就是针对这款问题办理演练，提醒消防人员和业者本身按怎样互相配合应变，才会当提高这种场所的安全性。咱搁来讲，交通部观光局本地运用来支持旅游宣传的观光发展基金，近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收入已经减真侪去。年底年初总存是100多亿尔，到当又搁支付2批政府支持业者监督难关的补贴，连咪第3批的纾困嘛，同款都要对遮承托。恐惊今年年底进前，这条观光发展基金就会真不足了。边境继续管制，桃园机场大厅非常冷清。目前咱国政府规定，旅客出境需要支付新台币500块的机场服务费，由航空公司随票征收。
这笔钱就是观光发展基金的主要收入。不过随着出入境急动，今年原定收入67亿，估计最后只会有9亿。观光发展基金伫今年初存130多亿。除了以往的国际甲地方观光行销费用支应，今年也加支应2波纾困，目前开超过58亿。已经占掉我们基金1半以上的规模。那接下来3.0的部分，因为受限立法院已经确定临时会不召开的缘故，所以目前纾困3.0也大概还有57亿的规模，会先由基金来做垫付，或者是由振兴其他的项目来先做指引。对观光基金发展年底可能会无够，观光局表示会排定国际行销的优先顺序，也希望立法院在开议了后会当通过纾困3.0的预算，将观光发展基金报倒转来。交通部长林佳龙是挂保证，钱到年底要够用。到年底应该还够用我们也已经有规划不管是用公务预算来挹注，或其他的财政手段让它不会断炊。观光单位可以开始去思考如何让基金的那个收益能够再扩大化，像一些属于智慧产权的授权，去创造一些国旅的消费力。学者分析。观光发展基金原本概念是以活水循环、由机场服务费带入收入，再搁由观光行销活动来吸引更较侪旅客。不过随着全球疫情退烧，边境恐惊会继续封锁，观光局应该思考安怎运用资金，投资国内的旅游活动还是商品，带入更较侪收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佚佗旅游，就想到台东。台东一向拢是空气的品质上赞的地界。过去 PM2.5 这款细粒用叶粒规年平均测的高度，拢才8到微克尔。不过近来已经几落天超过标准，早起8点甚至佫测到22微克这么重的高度。但台东环保局也讲，因为日本火山喷发的影响，这款情形会继续到后日。民众出门，翠暗决定都要挂好掉。对影片画面会当看到16暗时，台东市区规个变较茫茫，镜头就较远来看，电火照落去了后，茫茫的状况是更较明显。17早起，台东市就规个若像伫大梦共款，市区的大楼甲离溪山的地漂看起来拢普普，就连烟过当看到海上的绿岛，即嘛拢看无。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这2天受到日本西之岛喷火山的影响。火山呼吸气流带来2-3千公里远的台湾东部的天顶，才会造成这款的状况。而且嘛监测到 PM2.5 的高度，16暗时佫超过30微克，17上悬嘛有22微克，比台东县长期以来平均值8到微克超过真侪，可能会互呼吸道不好的民众感觉无爽快。那个火山灰的话，若下去，当然是我们的那个毛细孔什么都会受到影响啊，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啊。我们预估这个平均值会高达，就是超过2倍以上。那也希望说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可以降低这样的一个浓度的一个扩散。不过台东地区早起9点了后开始落大雨 ，PM2.5 的高度就降低恢复到9微克左右。但是台东县的环保局预计，若是天气较好为者，一直到19拜3，火山灰也是会继续飞过来东部地区，请民众出外时阵一定要挂喙烟，才袂去受到 PM2.5 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教育的问题，早起有几两个科技大学的校长拢开声表示讲，家己学校内都有设护理、医学检验这方面的科系。不过即摆高职一寡共这款主题分科拢交取消了因的招生但是大大受影响。慢慢教育部会当开放较侪高中的学生考试的志愿，原来会当来填因科技大学这方面的科系，因为长期照护的骹手确实还阁是真欠。护理工课上班时间长，压力阁大，骹手清材无够。有护理科系科技大学的校长讲，安怎培养人才都无够，而且长久以来，除了护专会去病院稳定食头路的，是以私立科技大学的护理系上多。念高教的护理系的学生，他很多最后面就念研究所，他不走临床。那真正走临床，其实都是在第一线，都是技职的。卫福部表示，护理师并无管制名额，不过像放射技术、甲医学检验的人力。甲医师同款是采用总量的管制，5年会评估一届。照目前来看，因应长期照护的专业人力是有增加。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听力师这边是比较吃紧。各类的医护甲医术专业人力要为倒位来？前教育部处长甲基职教育学会理事长陈德华指出，
要是爱考基职体系，毋过因为敢若会当收高职生，高职阁无对应的科系，无要开放给其他的高中生，是伤过无合理。技术型高中的已经没有任何跟医护相关的科系，它的学生来源一定要从非医护科的这些学科去招生，但是这种招生基本上来讲，跟他的医护教育的衔接其实是有问题的。陈德华指出，甲医师的人力来比，其他的专业人才，政府是采取较保守的做法，对医护教育是造成真大的影响。面对后疫情时代，建议爱搁较严格来评估医护人力。记者综合报道。生活中的新消息来讲，网络通讯的新技术，5G 的频道已经开始建设。不过，当有人咧风声讲5G 开始，自带4G 连线的速度煞反较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资料嘛，看出讲6月手机的消费者申诉中华电信的意见，确实比较去年同期间超过3成。不过业者这边是讲5G 和4G 的频道都无同，未受影响才是。实在7手机使用4G 网络甲5G 网络的速度相款，台湾各电信业者小连续宣布5G 开台，不过嘛有网友反映讲5G 开台了后，4G 的网络速度就变慢，这个是业者想要取消5G。根据 NCC 的分析报告，今年6月份行动通信的新数量，以5G 上早开台中华电信上济，嘛比去年同期增加37%，其他业者拢是减少1成以上。在技术上，在理论上是不太容易的。5G 的建设是用4G 的基站没有错，这是一个暂时的情形。比如说中华电信它因为积极的建设，让它用户市占率也比较高，所以可能会在装置的时候，甚至要做设定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关机或重开。分析指出，中华电信的通讯连线品质启用申诉，大部分是甲基地台建设改接会暂时停止服务，还有5G影响4G 的网络传言，或者是甲室内室外信号因素有关系。甚至达人是认为讲，5G 甲4G应该是做伙使用，业者别为着要促销5G，转来摕石头牵家己的卡。没有讯号可能会10几分钟，甚至于到半个小时。那完了以后呢，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如果你今天呢，因为你要架5G，然后呢把4G 变慢。那我跟你讲，如果我是消费者，我就 NP 到其他电信业者就好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暑假关系，然后还有疫情的影响，所以使用人变多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奇怪，怎么好像变慢？中华电信嘛回应指出，最近积极伫咧斗5G，是因为强固的基地台会伫咧启用进程暂时关机一个，会去暂时影响到4G 用户的收信。未来伫咧时间进程以短信来通知受影响的用户，而且嘛强调讲5G 甲4G使用的频谱无同，袂去互相影响到网络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手机真方便，不过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正式把电动的游戏算甲条例变做有癖，认定做一款精神病症。但国家卫生研究院嘛发表全世界头一份手机游戏算了敢有过头的评分表。咱等下4条简单的题目答煞，分数加起来超过10分，可能就是手机游戏已经算甲条例北未入了。今年路里发现超薄的叮当，豆豆挖过就随出现一只野生的 Pokemon。手机游戏结合扩增实境 AR， 和世上的生活充满更较侪趣味。不过嘛，愈来愈侪人最系用手机用甲条例的镜头，造成生活负面的影响。玩手机游戏，所以可能造成长久以来眼睛会酸涩，那肌肉会酸痛等等这样的不适感。那手机也由于说携带非常方便，所以很容易就让我们不自觉的就把手机游戏拿起来滑一下。看一下，这很容易会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也好、学业也好这上面的分心。手机的算偌久，这算是有验手机的镜头，医学界并无共识。不过，医师表示，要判断算手机算甲变严的方式，会当透过耐受性、阶段症状，还有过度沉迷、产生负面影响等等的因素来判断。工卫院发展出全球第一套验手机游戏的评估量表，提供民众自我评估最近3个月接触手机游戏的状况。若是比10分更较悬，大家注意可能是手机游戏的患者。耐受性就是说你越用越多就好比说像喝酒的人，他会酒量越来越好的样子。那另外戒断症状则是指说，当你没有手机不能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会显得极度的焦虑。研究团队针对全国10775个国校4年甲高中3年的学生来做调查，发现手机游戏的使用者伫咧手机游戏消费的意愿嘛较悬，尤其是高中生消费的意愿要甲42.2%。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中部的消息，来讲台中火车头下底大地路，旧年来民众奥多摆拢会徛去遐停，但大地路都已经拍通，月底要通车。警方当自今日开始，甲违规来停奥多摆开单。虽然民众是反映讲火车头四边价位都无够，啊，不过交通局清查起来是讲，附近有3000外价收费的奥多摆停车价。警察当日开单，说过奥多摆停入来，警察也爱去甲因劝导。台中火车头下面这条大地路，因为进前无拍通，煞变做是奥多摆的免费停车场。未来大地路若拍通了后，警方就会开始处理，所以也引起民众埋怨。可能就要去那边寄车，然后再过去那边有收费停车场，可是就要走一段路，会觉得很麻烦。对，比较远。台中市东区大地路的延伸工程，第7月底就要通车，通好拍通前站甲后站。不过，还未通车之前，真侪民众认为伫遮停车唔免扣钱，佮离火车头真近，煞变做是人3钱停奥多摆所在。为着要改善交通，警方对8月初7开始劝导，17就开始开罚单，所有人甲奥多摆一拼就是几十公。大部分都是通勤族，又或者是大家车南下北上公务，那所以说，机车停放的时间有长有短。骑机车的民众就烦恼讲，坐落来要伫火车头边仔停车，可能无停车格啊。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火车头附近有7大的收费停车场，拢总有2185个奥多摆的停车格啊。路边的停车格啊，伫立川东西街、民族路甲中山路，也有1026个是真有够停。台中火车站的它的法定停车场，这基本上是最近的，因为就在火车站的正下面，835个的旧建国市场，大概离我们火车站步行距离的大概5分钟左右，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啦。交通局表示，清点了后，火车头4块连等，大约有要到3000个奥多摆停车格啊。大地路若通车了后，会阁增加500个。警方也强调讲，真会加强执法，通车了后，若准违规停车奥多摆，就会直接拖走。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森林，为着要发展绿色的能源，目前有消息讲，中央政府已经计划要将森林馆卖了乡内7个钟头，计共1100多公顷的农地变更作能源专区。不过，森林管府当下跳出来表示，地方无同意讲，一寡正做起来还阁真有发展的农地，拢总划落去发太阳能的电，变作太阳能的专区。森林卖了乡4年前有3个村被农委会划作不利农业经营区。变更为太阳能专营区，引发抗议。但近期有7个村，总共1100多公顷的农地，被划作地2区，将扩大纳入供电区。何在地农民和民代向总统府申请，要求终止开发。应该是唔通搁做咯，做阮遮土地后摆阮从后到子孙仔去，若影响就无法当做遮拄啊大遮边无法当生活。假设我的房子的旁边有空地，那人家要申请。我能抗议吗？那我的权利、我的环境、我的生存权是不是全部都被剥夺了？而且这块土地是我们老百姓先有的，不是太阳能业者先有的，这个会不会形成 keep 家的官庙公一种现象？有在地议员表示，这区也是为了重要农渔业产区，有超过7成阁有在建造，而且来在前的作物收成阁袂歹，既然被划作绿林专区，地方袂当接受。对此，文管府表示，会向中央单位发文反映。因为之前就有发生那一个，他们那边有民众在抗争，就是有关于太阳能装设嘛。如果是后续要再执行的话，那农业局及农委会应该先向在地的民众召开说明会。文管府建设处就讲，目前这案搁咧规划阶段，但嘛需要地方政府评估是否适合。以目前现况来看，这区域阁有包含较好的农田建造无问题，会向中央来反映。无同意将不是地地里的农地，搁划作太阳能的专区。记者为您报道。来讲花莲县拓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目前是还未送议会审查。不过早起先到环保团体去到议会和县府申请，问讲拓牧场若要设，就要离民事处甲学校上无1公里。不过拓牧业的业者嘛有开声反弹，讲因嘛真歹生存的咧。为了要互当日设置的花莲拓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会当更加符合环保团体的要求，花莲中国环境保护大联盟调集公河水尾丰平乡的各代表前往关议会申请。第一个大型的畜牧业，我们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第二个是我们针对在住宅
跟学校要有1公里的距离。第3个重点是我们针对水源区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说不要设置那个畜牧业。款团强调，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畜牧业，不过光复乡代表希望旧的畜牧业应该改善，新的就卖去开放。方面乡是针对秀姑峦溪最近礼拜希望建设几下厝的产油点实施监控。现在光复已经没有自来水喝了呢，已经是从凤林运到我们那边了。为什么？我们水已经完全污染了。下水以后过敏以后就皮肤会发痒。在我们下游一定要切实的有一个采量点。款团随即前往关府上高定情书，扣住着也伫关府大门口的畜牧业者反弹。你要环评要怎么样？要合理，要让在地业者能生存下去，不是说你反对普丰这个事情延续烧到我们所有的业者。花莲县长张俊表示，草案目前也未送议会审核，各方意见拢会尊重。也毋过农地本来就应该农用，希望环保团体也会当听其他小农畜牧业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南投日月潭，这是全国海拔上界悬菜瓜的产地，顶台湾产量有5成。近来这几年，鱼池乡公所拢会去传饲蜂的箱仔，放踮菜瓜园内，互50万只的蜂来授粉，帮助农民较好收成咧。农作物开花结籽，蜂是真重要的角色。但是最近这几年，野生蜂的数量减少真侪，和菜瓜结果率受到影响。鱼池乡公所农会等单位趁着好天，伫园仔内放蜂。咱每年公所拢会伫这个时阵吼，来进行放蜂的这个活动吼。主要就是要咱的这个菜瓜吼，会当充分的授粉吼，互伊长得比较巴甜吼，然后呢青较有重，有咱的收成吼，会当更加的好。嘛要促进咱农民吼，今年的收入吼，会当能够来增加。菜瓜开花无表示拢会结籽，但是爱授粉完全规形才会正常。这个时阵蜂就真重要。我喺离真远咧，我6点就到位啊！我去6点就到位啊，蜂啊！你看就知影，一去到就真济啊，蜂真济去。唔是讲是这样只。授粉后较完全，咱的瓜啊会较新鲜。鱼池乡公所嘛表示，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变化甲土地开发利用，野生的昆虫变少，造成农作物的授粉无够，嘛严重影响当地菜瓜的结果率。今年公所总共买25个蜂箱，有50万只的蜂帮忙菜瓜授粉，希望农民会当有好收成。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屏东县府以目前无运用到的学校地，规划建设满洲地区教职员集中宿舍，已经正式开放。另外恒春半岛的教职人员薪水的加级嘛，拢已经通过。望讲较刁钻的砖头，老师来遮拢带会掉。2、1，请揭牌名号。为着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屏东县政府全规划无用到的校地起宿舍，予教职员住。这也是为着要稳定偏乡的师资。特别呢，新建了一些偏乡地区的教职员的集中宿舍，就是希望降低它的成本，然后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生活工作，让他能够专心任教。除了予来遮服务的教职员有安全佮舒适的新厝通住，县长潘明安也强调，这阵恒春半岛也已经列入通领偏乡加级的范围。特别谢谢在恒春半岛，终于也有列入偏乡加级，能够呢真正达到一个公平，然后让整个教职能力能稳定。交通无利便的所在，老师的流动率就较悬。这阵县政府唔拿起新宿舍予老师住，佮申请到恒春半岛地区的偏乡加级，希望改善老师的生活品质，增加因留伫偏乡教册意愿。也替在地培养更较侪优秀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因为 AI 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真侪新技术拢普遍已经运用了。台中市东海大学数位创新研究所嘛将科技和艺术结合，举办艺术 AI 未来展览，互人看到艺术创作因为科技产生真侪新的可能性。人工智慧会家己创造出艺术吗？这场由东海大学举办的展览，展出各种 AI 人工智慧的创作，像眼前这幅山水图，就是用人工智慧学习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将真正的水冲影片变成动画。
以前在做艺术，作为一个批判，做一个风格，但是我们之后怎么样让 AI 能够进行是一个创作者身份，能够讲出 AI 艺术他所看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几乎都在想要把 AI 应用在各种跨领域的应用，那包括老师跟学生。我们一直在想尽各种方式，就是说人工智慧在真实的企业应用之外，那么跨入到创作都可以做什么？现场运用 AI 创作的元素，展出真侪无同款的当代艺术，其中嘛透过新冠肺炎为主题，用数位的方式来创作。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在反思一个科技非常发达、人工智慧的时代。好，然后社群媒体很发达的时代，影像文化相当发达的时代，好，甚至现在有新的网红经济出来，哦，都靠着这种连接性非常强、科技性非常强的一种世界里面，其实我们身体还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本质，这样。人工智慧是科技化的产物，如果会当将艺术、美学、人文等元素加入，就会当有情感的温暖。透过这次展览，会当看到艺术家甲科技伫 AI 时代中发挥更较侪创作能量。学校嘛希望借由这次的展览，替艺术打开新的创作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新技术、新科学改变咱的生活每一方面。台湾不时都有地动，今年度咱的政府已经达成10秒钟内地动的预报，地动未到手机就会生弹。美国 Google 公司嘛宣布讲，未来每一支 Android 手机拢会即时提供地动的消息。因这套警报系统明年就要开始实施了。听到手机警示声，赶紧照影像指示找掩护。美国 Google 公司宣布，未来地动警报系统会是安卓手机基本配备。One of the thing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s what we call bi-level alerting, where there's two kinds of messages, what is called a be aware message and then a take action message. That's a type of alerting that we haven't seen done yet. 安卓手机中用来侦测地动的加速器，若是侦测到地动了后，会将事发地址这的信息传予 Google 地动侦测伺服器，卡出同时收到同款地点侦测用户讯息，伺服器会判断地动是真的发布警讯予进入附近的安卓用户。这套警报系统按算明年上路，全球25亿安卓用户受惠。You can choose to have your phone become part of this network of mini seismometers that are looking for earthquak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only happens when your phone is kind of plugged in and stationary, so that it doesn't impact your battery. Google 12针对加州用户，先采用加州的传统地动预警测试这套安卓地动警报系统，由美国地质调查所资助成立加州地动预警系统，数据来源是设置全加州的700地动机。安卓警报系统也为地动机4个地区提供警示。不过，封锁 Google 服务的中国是无法度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俄罗斯动物保护的新法律今年才通过，但就当着武汉肺炎，为着提防传染症摊开，政府嘛加强咧抓流浪猫、流浪狗。当地一个爱动物的人士就四界替流浪猫找新主人。不过若讲到猫啊，英国首相官邸第一猫 Larry 命运就天差甲地，伊逐工拢有专人伫咧照顾，甚至佫有专门为设计的商品发表出来。下当镜头疗养师翕伫当年过10岁好伴鸟赖瑞，面对镜头一点拢未青分。赖瑞伫英国是大家拢真熟悉第一家鸟，也是首席掠鸟鼠大神。2012年就带伫英国首相官家，经过卡马龙、梅伊抑个现任强生等3任首相，名声无输予官家主人。来自澳洲的自由电影记者贾斯汀，2014年伫英国头一摆翕赖瑞，想要到道正做主角。赖瑞相片甚至也佫被赖瑞官方推特转发，佫将作品做成 T 恤杯啊、甲皮包啊。He has this great ability for timing and knowing when to come out at certain times. For example, when Donald Trump came to visit, and he actually hid under the beast and actually stopped the car from being able to move out of Downing Street for her momentarily. 林前鸟赖瑞伊举动拢受关心，不过伫俄罗斯中部这阵流浪鸟啊，煞无遮尔兴奋。爱动物的伊丽娜看到这流浪鸟啊，真不真心，佮收养25只，亲像小型的动物收容中心。救这流浪鸟的大功臣是伊丽娜所饲的狗啊。Он сам под машину заглядывает. Сам он под каждую машину заглядывает, он знает, что они там прячутся, и он заглядывает под каждую машину, в каждый подвал он заглянет, он мимо не пройдет.
伫俄罗斯流浪鸟狗仔常常被人锁定领地。2018年底，俄罗斯通过动保新法，禁止凊彩抬这流浪鸟狗仔。今年正式上路3拄着新冠病毒，当局最近掠这流浪动物，动保组织呼吁动手术，互因袂生，恐怖晶片甲处罚放饲主人，这是控管流浪动物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6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4度；金马、澎湖27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济礼俗，主题就是大济。乖哦，大济汉字写做大济。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会济，多第7条，济第3条。出世就是婴儿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条。这天爱请捡囝母，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车做4月日的礼俗，开车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好食好大济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大济。落土时第2命，意思是讲大家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第2命，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教娘咧转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教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转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溜、大济、
长财，做大，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长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哦，乖吼，阿嬷笑来，阿嬷抱吼，嘿，抱起来啊，抱起来啊！